的人为了喜欢的人都很勇敢，那你呢？我喜欢。哎呀，你说我选哪个好呢？一个斯文，一个狂野。哎呀，我还是选斧头吧。干嘛不走啊？你还是把你的披风和斧头扔了吧，为什么？太丑了。我觉得很好看。你看这皮看起来多贵啊，多霸气，多……别动！你干嘛带我学？啊？哎，你别脱啊！别脱啊！哎，不是，他们都穿得很艳，我这样太素了。我的斧头。草兔子呢？你还要回去啊？我干嘛？你别挠我痒！痒！有了它，就不素了。哎，这的人为了喜欢的人都很勇敢，那你呢？我喜欢。李公子，你们好了吗？李公子穿什么都好看。哦，入口好了，咱们走吧。来，你别走啊，我还没解穴呢。我只是要你别动，我没点你的穴。奸商大骗子！龙公子，